各位網友大家好，今日將會講下周秀蘭，並唔係周秀娜吓，佢係周秀蘭，係80年代嘅電視係一個非常之著名嘅藝人。喺我哋未講之前，歡迎大家嚟到噏下講下嘅頻道，歡迎你哋點讚、留言、訂閱我嘅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多謝各位。咁我哋睇見圖中呢個美女啊，就叫做周秀蘭。周秀蘭啊，係80年代TVB 啊同 ATV 啊嘅藝人嚟嘅。咁咧最近咧呢幾日咧就喺李婉華嘅 YouTube 頻道咧，哇！竟然我哋發現周秀蘭嘅蹤影喎。周秀蘭原嚟咧就喺加拿大溫哥華係影藝協會嘅多年嘅會長嚟嘅。咁而家咧佢已經係退出會長啦嘅職位啦，但係仍然咧都係處理啲業務啊咁樣。咁我哋睇下，話80年代呢位美女清純可愛嘅周秀蘭，可能好多嘅網友啊都唔認識周秀蘭。不過如果我哋查下周秀蘭喺唔同嘅電視台啊，哇都有佢過去嘅劇集啊同埋啲電影啊咁樣。咁周秀蘭咧原嚟出生於1961年噶咯，咁即係計一計咧，佢而家應該64歲啊。但係我哋都覺得佢非常之靚吓，始終佢個人靚咧，個輪廓啊、個姿態啊都係靚嘅。嗱，佢年青嗰陣時都係好靚。咁周秀蘭咧係出自於無綫電視藝員訓練班啊。咁係大概係1980年至1990年咧係活躍喺電影圈啦、電視圈啊。後嚟咧就係移居加拿大嘅溫哥華。咁或者我哋講一講周秀蘭佢個背景係點樣先。咁首先我哋睇個樣貌咧，真係好別致啊，好靚，好純啊！呢個係純天然噶，同今時今日嘅啲人用醫美啊，或者用啲 filter 啊嚟令個樣貌靚嘅咧，就相信咧真係唔及呢啲80年代、90年代嗰啲真係純美女啊！周秀蘭咧早年喺荃灣石圍角村係長大嘅，爸爸咧就係開米鋪嘅噃，屋企有一個家姐同細佬。咁周秀蘭咧就係讀荃灣天主教小學啦，同埋裘錦秋中學葵涌嗰間。咁讀完中學之後咧，報讀第8期嘅無綫電視藝員訓練班，1979年畢業啊！大家諗下，1979年有好多網友出生未呢？又或者1979年你哋係做緊咩工作，或者身在何處呢？咁其後咧，周秀蘭咧就係1980年代啊，哇拍過好多嘅電視劇，真係宜古宜今嘅喎。周秀蘭我哋睇睇，哇呢個就《鹿鼎記》啊，《鹿鼎記》嘅佢係喺個劇集之中咧係飾演雙兒啊，啲網民話好多咧都認為佢係最美麗嘅雙兒吓。周秀蘭咧真係簡直宜古宜今，佢個古裝扮相好靚，因為佢個輪廓好靚啊嘛。咁時裝嗱呢啲係係 TVB 一個好耐嘅一個片段啊。我哋覺得周秀蘭真係好清純啊。咁周秀蘭啦，讀完呢個無綫嘅電視藝員訓練班之後咧，喺80年代話佢拍嘅劇集真係好多啊，有《鹿鼎記》啦、《魔域桃源》、《雪山飛狐》，哇呢啲古裝啊，係周秀蘭可以咧係演繹得嗰個古裝嗰種嘅女性嗰種嘅優雅嘅中國女性嗰種嘅溫婉嘅性格。咁1982年咧，大家都可能咧記得周秀蘭啊同張國榮哥哥拍過一部電影叫做《檸檬可樂》。呢部電影咧就係非常之著名吓。咁我哋睇睇周秀蘭啲相先，年輕嗰陣時候一個清純少女。
佢主要拍一啲好內向啊、受委屈啊嘅女性嘅一種嘅表現嚇。無論佢嘅苦情戲啦，或者係古裝啊等等時裝啊，都係顯現出周秀蘭嗰種嘅溫婉嘅性格。我哋睇周秀蘭，從唔同嘅角度睇咧，周秀蘭都好靚，好清純。周秀蘭咧較為令人記得嘅咧，就係周秀蘭拍過電影同張國榮拍嘅《檸檬可樂》。話我哋可以見到咧，就係一個典型嘅少女嚇。女學生啊，一啲對於一啲初戀咧 puppy love 啊嗰啲嘅愛情觀嚇。咁呢部電影咧係到今時今日咧，大家都會記得呢個名嘅，就係叫檸檬可樂。咁周秀蘭咧就係1982年拍檸檬可樂啦。咁係1987年咧，周秀蘭咧係投身於亞視啊，佢拍過好多嘅電視劇㗎。喺亞洲電視咧就係主演過有《天地情緣》、《滿清13王朝》嘅系列啦。周秀蘭咧就係1991年咧同佢嘅初戀情人劉少君咧係結婚嘅。咁周秀蘭咧其後就去移民加拿大嘅溫哥華，而家咧佢都係住緊加拿大嘅溫哥華嚇。咁佢嘅丈夫咧就係劉少君啦，但係佢嘅婚姻咧就係1998年就離婚啦。有傳咧劉少君咧係有外遇啦，即係有第三者啦。咁周秀蘭曾經咧返香港咧係想維護呢段婚姻嘅，想箍煲嘅，但係都失敗。結果咧就係1998年咧係離婚嘅。其後周秀蘭咧就返加拿大溫哥華咧就開呢個齋菜館。咁佢寄情於工作啦。咁周秀蘭同劉少君咧就係有一個女。咁周秀蘭一直咧都係喺溫哥華咧係生活。咁周秀蘭咧就係溫哥華嘅影視人協會咧係做咗會長好多年噶啦。咁亦都係參與好多籌款啊、慈善探訪啊，有做好多善心嘅活動。咁呢個途中嘅就係劉少君係佢嘅前夫啦嚇，離婚嘅丈夫。可以睇見周秀蘭啦，年輕嗰陣時都係咁靚，到而家今時今日都係咁靚。咁佢定居係加拿大嘅溫哥華已經好多年噶啦。咁咧亦都有一班老友記啦，同埋一班影視圈嘅朋友。我哋再見到周秀蘭，我哋令到咧，我哋就回想起周秀蘭過去喺電視圈同埋電影圈佢嘅貢獻。咁你哋有冇睇過周秀蘭嘅劇集咧？只要你哋係查一查咧，就會見到周秀蘭有好多嘅劇集，話都好精彩嘅，佢拍得，佢演技係非常之好，同埋個樣貌咧係絕對咧係純美女。咁我哋非常之欣賞周秀蘭過去係啲劇集同埋佢嘅電影。咁你哋係點睇咧？不妨將你嘅意見寫喺留言區嗰度。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